这系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庄马。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参加马哈卡拉法会和为僧众传授比丘戒；达赖喇嘛尊者祝贺利亚迪斯金教授荣获莲花式勋章；西藏境内的藏人在不断增加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中面临困境。司政边巴次仁结束对加拿大的访问。日本西藏之家在东京黄金周期间举办西藏文化节。驻澳洲和伦敦代表会见捷克和爱尔兰政要。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一5月9号上午出席了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举办的马哈嘎拉法会，以及向来自印南等各方寺院的僧众传授比丘戒。来自印度南部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和其他印度各地的约630名藏人和非藏人僧众接受了尊者传授的比丘戒。而来自美国、比利时、西班牙、德国、爱尔兰、法国、澳大利亚、越南、尼泊尔、俄罗斯和蒙古的数十名僧人将在本周末和下周接受尊者的授戒。与此同时，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与近日祝贺巴西帕拉斯雅典娜协会的创始人利亚迪斯金教授荣获印度政府颁发的第4级公民荣誉奖章莲花式勋章，以此表彰他在社会工作领域的杰出贡献。据悉，莲花式勋章于2020年1月授予利亚迪斯金教授，但因新冠疫情及其他原因，于上周五5月6号在圣保罗的斯瓦米维维卡南达文化中心正式颁发。藏人行政中央驻拉丁美洲办事处代表景美次仁以及巴西西藏之家的部分董事会成员应邀参加颁奖仪式。另外，随着新冠疫情继续肆虐中国各地，西藏境内感染新冠病毒的确诊人数也在不断上升。从印度和尼泊尔返回西藏的藏人因而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困境。根据可靠消息来源，从印度和尼泊尔返回西藏的藏人的公民身份证和户口已被当局撤销，并禁止再次办理。因此，返回西藏的藏人在生活和就业方面面临困境和挑战。此外，在疫情期间，由于缺乏有效的身份证件等法律文件，他们被剥夺了获得基本医疗服务的机会，医院也拒绝为他们进行治疗。由于缺乏适当的医疗救治，多名藏人因感染新冠病毒相继死亡。在1个多月前，中国统治下的四川省甘孜县当局宣布，从印度和尼泊尔返回西藏的藏人将在全国户籍系统中进行登记。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藏人被当局进行登记。此外，作为对加拿大访问行程的一部分，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访问了蒙特利尔的藏人社区，并在上周五5月6号在加拿大国会外交和国际发展常设委员会作证，随后会见当地藏人民众及多名藏人行政中央退休公务员。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日5月8号在多伦多的西藏文化中心向当地藏人青年发表讲话，随后与多伦多的中国、维吾尔、台湾和香港社区的代表和领导人进行互动交流。当天，司政还会见了多伦多地区12个佛学机构和14个藏人协会的代表，并出席了由安大略省西藏妇女协会组织的母亲节庆祝活动。另外，司政边巴次仁还于上周六在多伦多西藏文化中心向当地藏人民众发表讲话时，
呼吁流亡藏人民众加强内部团结，共同推动西藏的自由事业。在加拿大最后的访问行程中，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一5月9号在多伦多会见安大略省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普珍拉·高布切女士。在圆满结束对加拿大、美国和德国的访问行程后，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四5月12号返回了印北达兰萨拉。另外，位于日本东京的西藏之家，从本月1号至7号，在日本为期1周的黄金周假期期间，组织了为期5天的网络西藏文化节。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柴王加布阿若亚博士在文化节开幕式上表示，这个节日让藏人和日本民众有机会分享彼此丰富的传统文化，从而加强精神和文化上的联系。此次通过网络举办的西藏文化节，以代表阿若亚博士的西藏的历史和文化讲座拉开帷幕。在随后的3天时间里，达赖喇嘛尊者设立在新德里的文化中心，德里西藏之家的主任格西多杰战堆就佛教为题向网上观众进行了讲座。在为期5天西藏文化节闭幕式当天，与会代表还向观众展示了多种西藏美食的制作过程。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驻澳洲和伦敦办事处发来的相关报道。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代表伽马森格先生于本周二5月10号在坎佩拉会见了捷克共和国驻澳洲大使托马斯·杜布先生，并向大使通报了西藏境内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特别是中国政府对西藏的语言和文化的压制政策。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办事处代表索囊次仁先生于5月10号在都柏林会见了爱尔兰议会参众两院的议员。在会晤爱尔兰议员期间，代表索囊次仁先生呼吁爱尔兰政要关注西藏境内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以及尽快成立一个议会支持西藏小组。当天，代表索囊次仁先生还会见了爱尔兰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呼吁爱尔兰政府支持西藏自由运动。在会见上述政要后，代表索囊次仁先生在爱尔兰藏人社区主席次仁卓玛女士和爱尔兰支持西藏组织的主席托尼·邓恩先生的陪同下，会见了爱尔兰藏人社区的成员，并进行了简短的互动交流。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